13箱花海子。你看那个花呢，搿个啥里侪是个黑胡椒，其他地方没侪勿弄的。再一张烧烧的，没别个办法。不用测试，一张啥子狗子噻。要不一张飞了这样。来两家一弄空调开吧哈，就才39头啊。吃不消我就吃50米的。你看呢？你家生个衣裳呢？你杯子浪向也散了嘞。不是。那不在家，现在开空调站，再不开现在中暑站来了呀。经过来了东西，阿公批着阿不低头。总算开空调站，一开空调，你小时也有心想做，是吧？光是来光，现在也不想睡几个不喊。三人不想睡几，专业责任还当民生老师。这个当民生。哎，如果你老太太就不想阿对啦。哎，你那山上的花人得了讲。打饭吃。当心上椰子林啊，台北出国粮，台北人来了一个花人饭汉子，现在开始看鸡翅膀，鸡翅膀汉子来了呀，你来看看呢。领的。来了一个饭，一盆花人，半盆水。也来哈刚才。是来是等待，你等待前开来看看啊！不来了，下头侪是水，忘了忘。来了等个来拿出，拿进去我打死哇！不对哇，你当中你还有个点水了哇！你那个蛋已经烂脱再来了，彻底失望。另外，比肯德基还再来一张。一翻对呢，小朋友，那个皇帝官天文不还当到九阳调好，阿黑的。来了，你看那个胖，你现在谁来对呢？你还不对嘞？哎，你怕啥物事了？证据。我又不来对，我只是晃。晃比对还结棍。这个是在想买你来梦露。你刚才一进来，我眼睛么一亮的嘞。对方放我来万岁了。我3月份2高。胖子不晒了。不胖，真好。现在来这个小朋友噻，小美女，你比方没黑个嘛？哎，你哪能跑开了？他是脱粉，你看他的脸和他的脖子有色差。吃素的就吃汤汤。罗得喊出来个。我哪来个牛奶？就吃汤啊。对。汤吃，白开汤。那么来了，你来吃醉汤哇？阿爹还在去弄上面还得嘞。刚来个呀。啊，打屁股。杨梅子，我刚才听，那个杨梅子我到金湾湖一带到东山去采得来。关于杨梅没最贵。你吃到一个最也想到金湾湖。人家做生意啊。根本没国产的，我什么地方？那些国产的不也太少了？我毛3000块又不出地平出来，也当然了。你们做生意，烧脱死了找到忙，洗空啊，或者弄的搬出来，或者基本拿不来了。空调嘛，我们要在工作室也空调，这来我知道了，你买病的这个。啥地有买病啊？你也吃饼干的？你跟他一样子，吃我也不吃，yes no 啊。我跟你讲，你来这吃过半斤才讲英语上，快点。你已经讲过噻，不吃饭。那么有3鱼来呀，为病毛头3鱼的，实在不来2岁，当初鸡个也有，肝个也有。哎，这个是汤很低的，60度汤。哎，一个班级多少人？你管几个人？我管一组。那时候我管62个，我就是班长，我是做了6年班长。我的同学可以作证，这是过去式了。那你的同学呢？对，一个也没见着。哎对，哎见到的都是你的爷爷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上课讲脏个，讲闲话个？肯定讲吧，是用着漏着。哎，你别烦噻，你来这吃得多噻，你班子里的来这吃得差不多噻。你怕啥物事呢？我怕你搬进来这个哪样子？这是，你这是猪，那行不行？Yes no。哎，不，你这个清高了还多哩，你这个清高，你还要去爬的呀？哎。